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資訊365。港鐵車廂兩位大叔上演一場十分精彩嘅 MMA， 值得一睇再睇。咁兩位選手呢，睇落去年紀都唔細噃，起碼都50-60歲啦。分別係黑衫大叔同埋白衫大叔，雙方喺度開饅頭大會，不斷出饅頭請對方食。白衫大叔仲食到瞓喺地下添。嗱，喺睇落去之前記得免費訂閱我嘅頻道，感謝大家。我哋睇片。嗱，片段一開始見到白衫大叔飛奔進入車廂，然之後馬上開始精彩絕倫嘅表演啦。兩個人全程都冇出過聲，只係顧住請對方食饅頭。表演開始冇幾秒啫，白衫大叔就明顯落後，從左邊被移動到右邊。雖然食咗幾個饅頭依然可以穩住，但明顯有啲發軟蹄啦。反而黑衫大叔越嚟越勇，從左邊就壓到右邊，仲力大如牛，一個翻江倒海，直接將白衫大叔瞓喺地，然後行過去請佢食幾個特大嘅東北饅頭，等佢可以早啲翻屋企早唞。咁喺呢個時候有人就行出嚟話啦，點到即止兩位都係英雄。咁表演就結束啦。唔知各位觀眾又點睇呢？歡迎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我哋下條片見啦。